今天是2005年1月30号，范文课是第27次。这次课之后呢，要停2次，到2月19号再开始。昨天咱们开始学动词了，动词是一个这个重点，所以咱们要在这个上边多下功夫。先复习40页。先讲完之后最后好，那就咱们先那个，因为那个复习昨天领读了一遍哈，你也可以用那个当那个复习。咱们为了节约时间啊，咱们上来就讲，那就是第43页。看第3部分，说中间这啊，动词或动词性词组有主谓词组、动宾词组，加上后缀巴、爬，成为动名词或动名词性词组之后，就能充当名词所能充当的各种句子成分，用相应的各种格。这个道理很好明白了，就是说动词给它加一个名词化的巴、爬，就能够当名词那样的来用它的格，用句子成分。咱们来看这个具体的例子啊。第9句，仆亲包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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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仆是儿子，亲包是大，就是大儿子，那肯定还有一个小儿子了，或者是什么啊？大儿子。养就是也，大儿子也怎么着了呢？他煮给塞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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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再重读啊！他煮给塞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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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才读的是煮啊，没带后边这个拉。他是父亲，煮是什么呢？蛇，学过没有？学过哈。煮是蛇，煮给是句格，背蛇、游蛇，塞巴，塞是杀，塞巴是过去时就杀死了，就完成动作了。塞巴，注意塞后边一加巴呢，就整个这个成分就变成了一个名词，它就可以在这个句子里头单独像名词一样做一个句子成分，也可以跟格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说父亲被这个蛇给咬死了，父亲被蛇，大儿子也，父亲被蛇咬死了。这一巴就整个横线上边这一部分，就是父亲被蛇咬死了，整个这一句话带一个巴，这个呢做句子的一个成分。什么成分呢？往后看，通呢，通是动词，就是看见。它这个巴前边横线上这个呢，成了宾语是吧？成了被这个大儿子看见的景象。看见之后，就是说大儿子呢也在看见父亲被蛇咬死之后，就是说这个巴，就是说整个这个动词带着这一句话呢，变成了一个名词，成了看见的宾语，做宾语，成了看见的景象。看见之后怎么着呢？盖穷的，女，盖是声音，话声音，穷是这个最基本含义是拔出来、抽出来，这个发出、排除，这是它最基本含义。拔出、抽出、发出、排除，吐就是呕吐的吐，这么几个意思。穷
最基本含义就是拔出来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那个第三个发出的意思，就是大儿子看见父亲被蛇咬死之后呢，发出了声音。这个发出就有点那个，实际上就是惊恐的发出喊声。对，就是暂时停顿一下。女就是哭起来了，先是看到父亲被咬，然后就这个大喊起来，喊了之后呢就哭了，就大哭。整个意思就是大儿子也在看见父亲被蛇咬死之后大喊起来，就哭起来。整个这个语法意义上就是说什么呢？在一个动词跟它结合在一块的，包括一个词组或者一句话，它被带一个八之后呢，就变成了一个名词，整个变成一个名词，可以在句子里头做主语、做谓语、做这个宾语，或者是做什么一种句子成分，就这个意思。这是做宾语的。咱们来这个读一下啊。仆亲包养，仆亲包养，他举杯塞吧，他举杯塞吧，通内盖穷的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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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一句就算过去啊。这一句咱们也那个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个故事啊后边还在选它的这个例句，知道一下大概故事情节，对你记忆这个理解跟记忆有好处。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这个现在我记不太清了啊。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妇女啊，是倒霉加倒霉，是这个就是雪上加霜，最后家破人亡，没办法这个妇女跑到佛那儿就要求出家。然后也可能一开始是问问题啊，就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丈夫死了，大儿子死了，小儿子也死了，是娘家又发生火灾，是这个反正就是家破人亡，搞得没办法。然后这个可能是就是最后他觉悟要出家，然后佛呢给大家说他的这个因缘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儿。大概的这个大概的故事就是什么呢？他在前边就是某一节有一生啊，他曾经是一个长者的正妻，就是叫大老婆吧，但是他不能生育。后来这个一个小老婆呢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呀就非常嫉妒，因为这个小老婆生了之后，这个地位肯定就不一样了哈，他要继承财产，他就成了这个主母了哈，所以他就这个很嫉妒，他就想办法。后来有一次啊，他就去看这个小老婆的时候啊，他到那儿一看那个大人不在，光那个孩子在那儿，他可能就是我忘了方法了，反正把那个孩子给杀死了。杀死了之后他走了，然后这个大家发生这个事之后，大家就怀疑说这个谁可能给杀死这个孩子哈。后来有人就怀疑到他之后呢，他就当大家的面就发誓说这个不是我杀的，说如果是我杀死的，就让我这个什么将来呢是这个丈夫这个娶丈夫也死，丈夫是生孩子也死孩子，是什么什么这反正就是发了很那个，就是很多好像听起来很不可能的，就是说那个连续倒霉的事，就发那个毒誓，就是说让我狠狠的，让我这个好像还有什么吃自己孩子的肉啊什么，反正就是发的也挺怪的。结果呢，他的这个后来啊，他就是贪嗔痴啊，造的恶业呀，果然就达到了能够成熟他这个愿力的程度，他这个愿力果然就实现了。这一生呢，就是他呢是怎么着呢？就是成熟之后呢，他本来是跟那个他要生孩子，跟丈夫呢，印度的这个习惯呢，生孩子要回娘家生。她跟她丈夫呢抱着她的儿子去这个往回走，结果走到这个天黑，过了河之后呢就生了，是吧？
淹死了一个。不，那还没到那儿，就是他这个结果走到那儿，过了一个河之后啊，可能运动比较剧烈哈，他就早产了，就生了。生了之后呢，他没办法，就只好在那个河那边啊，我想一下啊，就搭了一个棚啊，就住了一夜。住这一夜呢，由于他生孩子这个血腥气啊，就招来了大蛇。这个大蛇来了之后，把他男人给咬死了。这个大儿子看见他父亲被他的这个爸爸被咬死呢，就大哭起来啊，反正就搞得很很凄惨，很害怕。结果第二天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抱着小儿子，领着大儿子呀，就准备还是要过河，要回娘家，还没过河，等于没过河就生了，然后还是要过河回娘家。过河的时候他怎么过呢？他就把小儿子先放在这儿，他先把大儿子抱过去，把大儿子抱过去之后呢，他跟儿子说：“你好好在这等着，我去抱弟弟。”然后他又回来抱小儿子，后来抱小儿子的时候，发现小儿子被这个什么动物给叼走了。叼走了，他这就着急啊，这个一边哭啊，一边踉踉跄的就往那个河那边，就是这就剩个大儿子了，就往河那边走。他这一边哭一边喊往那边走，那个儿子看见他哭也很害怕呀，就这个等着他那个快到岸边的时候，这个大儿子呀就这个等不及了哈，就是又害怕又那个什么，看到母亲这么哭，他就不知所措呀，就跳进河去，就往那个母亲这跑。结果他一跳进河去，他那个一个小孩子一跳进河去就被水又冲走了，他又去赶这个大儿子，他又赶不上。结果这一夜之间呢，是这个家破人亡。但是他怎么办呢？想了想，还得回娘家，就回娘家去吧。他在这边好像也是发生了点什么事儿，反正弄得很惨。回娘家呢，正好赶上娘家失火，无所依靠，最后就这个觉得就是太惨了，最后觉得人生太苦了，最后决定我还不如修行，就去找佛去了。然后呢，出家修行呢，佛就给他讲这个因缘，就是这么就自己原来造恶业发恶事，结果呢因缘成熟，就这个，所以这个你不发这个愿呢，他这个就是很难聚成这些因缘造成这个。但是你发这个愿呢，他就有这种可能，你有这个种子，他就可能这些，只要你的恶业呀达到这个程度，造的恶业足够，他就可以成熟这个愿，就说明这么个道理。咱们来念一遍，再念一遍啊！这个再来这个根据这个理解上熟悉。普亲包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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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主给塞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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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内盖穷的女，通内盖穷的女，通内盖穷的女，通内盖穷的女。这是一句，咱们再看下一句，说普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没问题啊。普拉明多巴，普拉明多巴，普拉明多巴汤，普拉明多巴汤。普还是儿子，拉是对于儿子，给儿子，名是名字，多巴昨天刚学了哈，叫系上、挂上、安上，还一个意思就是给起名，他这个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词当作起名，就是起名就是给安上嘛，给安个名，给他起个名，给儿子起个名，八，这是一个这个名词化。糖就是它可以跟另一个成分再连起来，明君切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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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又是名字，君昨天正好学过这个叫显示给看，显示给看这个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叫说，主要是这两个意思。这个地方跟名字那个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显示名字给别人看，实际上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还是起名，叫或者这叫这个
哎，对，他这个君呐，有这个宴会的意思。君有召集一个集会，就跟咱们现在说那个 party 一样，就有这个因为你集会啊也是为了给人看，它有这个意思。所以经常君呐叫宴会集会，经常被译成这个。像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？叫显示名字的，就是叫命名典礼。哎，就是起好名字了，给大家宣布一下我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，举行一个命名典礼。所以这个字典上直接这个命君就叫命名典礼。这个君有集会的意思。集会宣布显示给人看。现在这个集会是为了什么显示呢？为了显示名字，就是为了这个把名字告诉大家，所以叫命名典礼。切吧就是做里头有一个这个，就是你可以译成举行，是吧？哎，举办命名典礼。吧又是给这个动词加一个名词化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两个动词都名词化，变成了两个名词，就是说后边就可以加格，加了个拉是什么格呢？在这儿呢，从意义上讲，它叫谓格，就是目的。后边是什么呢？叫牛儿肚笑，牛儿肚是快点，是迅速的、敏捷的，这个就是快吧，就是快的意思。说快笑是什么呢？笑是一个命令式，叫来，就是一般当面用，就是说你过来一下，哎，就笑，就很简单，哎，就是过来，哎，一般是当面说话的时候，哎，笑就过来。他这个是这个捎了一句话，或者是写了个信呢，就是说快点回来，快点回来。前面这个拉呢，就是为何，就是为什么快点回来呢？为了呀，这个给孩子起名和举行命名典礼，你呀赶紧回来。哎，为格，目的格。这是米拉日巴传里头的，就是可能是这个米拉日巴出生之后呢，给他父亲捎个信儿，说为了给孩子起名和举行命名典礼，你这个快回来。他父亲好像也是商人呐。咱们也来读一下啊。普拉明多巴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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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命君切巴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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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儿肚笑，牛儿肚笑，牛儿肚笑，牛儿肚笑。好，这又一句，下边再来看一句。这一句呢，就跟上一句是一个故事里头的。哎，看啊，推测，这比较熟悉了哈。那时就是这个时候，佛给这个妇女啊，把她这个因缘说完之后，然后这个或者是佛呢，用他的神力或者他的这个力量吧，加持给这个妇女，让这个妇女呢看到了她多少节之前做的这个事儿，就是怎么害这个孩子，怎么发的愿。然后呢，是这个妇女自己讲出来的这件事儿，好像是这样过程。然后这个妇女呢，她就说，这个菜啊，说min lam de b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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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 是希望、羡慕，是一个动词。min 就是希望、羡慕，就是向往什么，哎。这个min，这个如果名词呢，就是它本身就是叫心愿，加上一个lam是道路了，加上一个lam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发愿，就是这个誓愿，就min lam 就是
发的愿、誓愿、愿望，愿望，就是一个名词，就是愿望。后边这个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一个过去时，不是它的那个现在时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最主要意思是种植，就是种植物、种植、栽种、栽东西、种东西、种庄稼、种花，栽种、种植是它的基本含义。还有一个基本含义是修建，就是修建一个建筑，都是建设性的了，种植物、建筑这个建筑物。还有意思是做，就是好像那个结巴一样，就是做事情的做，做加施以加以做什么事儿，也有这个意思。还有一个这个不常用的意思是陈述祈请。这个地方呢是用的是什么呢？是发愿，就是做这个誓愿，就是发一个誓愿，这用的是那个做的意思，加施做的意思。的民兰的吧，就是说发誓愿，发了一个誓愿。然后这个呢，发动词加一个八变成名词，名词后边呢就可以加这个格了。它这加了一个属格，就是的。发誓愿的后边看啊， kindagi chuma kindagi chuma kindagi chuma kim 是家，达是主人，家主人就是叫家长、长老，咱们中国叫员外，就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主人，就是kindang，就是他这翻的是长老。ki 是的，琼妈什么呀？咱们学过哪琼嘛？哪琼妈是少女，我当时说过哪是年龄，琼妈是妻子、妻妾，古代这个妻妾都算这个都算一类了。琼妈是妻子，表面意思是小的这个女性是吧？表面意思是小的女性，妈是女性嘛，琼是少小，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女性，这个实际就是妻子、妻妾。说长者的妻子，发誓愿的长者的妻子，给你科摩银诺，给你科摩银诺，咱们看啊，那时发誓愿的长者的妻子，他呢就是我，就是那个现在要出家的那个妇女。说那个时候发誓愿的那个，发什么誓愿啊？就是说，如果是我害死的小孩，就让我什么娶丈夫死丈夫，生孩子死孩子，什么发了一大堆恶誓。那个长者的妻子啊，她就是我，所以现在得了这个恶报。所以知道这个故事呢，就这个明白这个意思了。咱们来读一读啊。提采民兰德白，提采民兰德白，提采民兰德白，提采民兰德白。kindagi chum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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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ni komo inno teni komo inno teni komo inno teni komo inno。看这一部分的最后一句啊，是驱马扛银吧，驱马扛银吧，驱马扛银吧，驱马扛银吧。仆是又是儿子，都是儿子的事了。阿 K 故一是的，儿子的马就是马，就是母亲，儿子的母亲。扛银吧是一个词组，很常用。咱们什么意思呢？
这个你看这个，如果看这个字啊，扛是任何或者是某一个，银霸说是，就是他。扛银霸是什么呢？就是前边那个，就跟那个腿有点相像，就是他，就是前边那个，扛银霸就是说就是他，就是，有时候就翻译就是一个是字，有时候就可以不翻，你来理解他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儿子的母亲，他这个是有特指的，就是说这就是那两个母亲呢，不是两个母亲了，两个妇女拉着一个孩子到国王那儿啊，这个说是自己的孩子，那个也说是自己的孩子，让国王来判。这个时候呢，他说皮妈就是说真正的那个儿子的妈，真正的那儿子的母亲，他特指的说就是他，就是那个儿子的母亲，就是那个儿子真正的母亲，就是他，这是强调。陪你啊，我读错了，陪你，就是由他呀，就是他呀，后边说他用他来做主语，就是他呢，就是说，你看这抗银霸的这个作用啊，很微妙，就是那个儿子的那个妈，就是他。就强调就是他，就是那个妈，然后呢，普拉强北，普是儿，拉是对于儿子，强巴咱们学过了，强巴是什么呀？词是，要是名词就是词是，如果形容词呢，就是叫慈悲，慈祥、善良什么，你可以这个围绕这个在句子里头发挥了。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慈悲心，就是说后边加一个撒，就是由于，就是原因，句格嘛，原因。由于对儿子的慈悲心，由于对儿子的这个慈心。怎么样呢？那给驼的，那是这个受伤、损害，这也是一个这个动词，受伤、损害。这个给就是这个。咱们再先讲后边这个驼是什么呢？驼也是一个动词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怀疑，最基本含义是怀疑，然后还一个第二个意思呢是忧虑。怀疑用的时候比较多，忧虑用的时候比较少，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是用的忧虑、顾虑，就是说担心，有这个意思。现在这个句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就是那个孩子真正母亲的那个妇女呀，她呀，由于对儿子的这个慈心呐，她顾虑儿子会受伤，因为那个国王判的不是说你们俩一个人拽住一个胳膊拽，谁拽过去就算是谁的，他俩就拽住胳膊拽的时候，这个真正的母亲呢，她担心或者说忧虑或者说顾虑会受伤，所以这个带句格这个呀是她顾虑的那个原因。她由于怕儿子受伤，她心里头啊，她顾虑，她这个担心，犹豫。这就是停顿一下，说多给兔讲。多是力量，多给是由这个力量，用这个力量。兔是能，咱们前边刚学过，是能够。讲是转折，就是说用这个力量来说呢，它能什么呢？没说，
就是说，如果按这个力量啊，用力的话呢，他能够把这个儿子拽过来。哎，就是这个母亲有这个力量。姜是这个转折，但是他又按力气说呢，他能拽过来。但是呢，注意啊，茶度敏真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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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茶是这个咱们前头其实也学过，一个是厉害、激烈、严重。那个谁是米拉日巴的父亲呐，被那个一个疾病给那个很严重的病，就有这个茶吧，就是厉害、激烈、严重。哎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思，比如说这个优良、美好、合适，还有这个好的方面就叫雄武，不好的方面就叫强暴。也有严厉，反正就是猛力，这个，反正就是中性的，就是说就是厉害，非常严重、非常激烈、非常厉害。用厉害这个词表示吧，也可以往好的方面用，也可以往这个恶的方面用。这个茶度就是这就是后边那个动词的一个状语，就这个变成了就是使劲的，激烈的，使劲的干什么呢？敏真，这个先说这个真是什么呢？这也是一个常用词，拽，拉，拖拉拽提，拉拽，可能拉拽比较这也是找他的自性啊，就是最不变的那个意思。基本含义就是拉拽。还有提了就有什么呢？有引的意思。哎，所以它抽象的意思引出什么来呢？引导、开导，就是领头的。哎，你比如说引导你，领着你走路，领路人，哎，他也用这个真。然后呢，引证，比如说我拿一句话引证这个从经论取一句话引证什么观点，哎，引，他这个引的意思也很突出。其他这个小意思先不说了，就说主要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拉拽拖提，哎，这一类的，再一个就是引导。这个地方直接用它的本意就是拉，不是国王让拉那个孩子吗？谁拽过来就算谁的，就拉着那孩子胳膊，俩妇女一边拉一个就拉。他由于担心儿子受伤，虽然力量呢能够把孩子拽过来，但是呢他也否定的就是不，他也不使劲的拽。哎，就是他不使劲拽就拽不过来啊，那个不是孩子母亲的那个不管3七20七就使劲拽啊，那他这一不使劲呢，那个就给拽过去了，因为他怕孩子受伤，不愿意舍不得用力，所以孩子给拽过去了。拽过去呢，国王就判了。哎，没拽过去的那个就是孩子的母亲，把孩子还过来，拽过去那个走人。哎，这证明是一个这个清楚国王啊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语法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徐麻扛银把，这个扛银把呢，这个本来也是一个动词吧，就是是，它这叫这个判断动词啊，说就是它呢加个把就变成了名词，这个名词呢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句子成分当名词一样的来用。它现在当名词用什么呢？就是又后边加了一个代词，就是那个母亲提，就是名词可以加一个代词。哎，所以把它名词化，之后呢，可以当名词一样的来加代词、加格做句子成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说这个就是那个儿子的母亲，这是真的话了，这是这个作者的话了。说就是那个儿子母亲呢，当然另一个就不是了。说就是他呢，这个由于
对儿子的慈悲心，担心或者说顾虑儿子会受伤，所以呢，虽然有力量能够拽过来，但是呢，他也不使劲的拽，就是这样一句话。咱们来读一下啊。匹马扛银棒，匹马扛银棒，匹马扛银棒提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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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这个提尼呢，也可以这样读，也可以，就是提尼，也可以降下来，随你这个高兴了。反正他这个尼的意思就是强调，就是他呀，怎么着呢？普拉强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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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给驼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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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给兔讲，多给兔讲，多给兔讲，多给兔讲。茶度民真多，茶度民真多，茶度民真多，茶度民真多。这是又一句，还可以再来几句啊。因为现在啊，一开始啊，它这个就是这一部分，整个这一部分叫动词用法呀，它是普遍的，整个的把这个动词在句子里头可以怎么用，可以重复，可以带一个八之后加各种格啊什么，整个的普遍的给介绍一下这个概念。下边呢，它是给这个一类一类动词呢详细的来讲。现在第一类呢就讲判断动词。判断动词啊比较简单，咱们来这个好讲，咱们就来这个熟悉一下。说判断动词有什么呢？有引、拉，这是举了两个常用的，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的，像这个马因或者民，就是不是，那也属于判断动词。咱们来看这个第一句啊。判断动词做谓语时，一般主语和宾语都用主格。主格是什么格呢？就叫原格，就是那词是什么样就不变。就是说谁是谁，或者谁是什么，这个主语宾语都用这个原格，不用变。咱们来看啊。打你，打你，龙娃张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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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答就是我呢，聋娃，这个聋娃是这个盲人，就是瞎子。聋娃就是瞎子，其他意思不多，很简单，就是盲人。张包就是乞丐，其他意思也不多，就是而且这个附近的邻近的词儿也不多。张包就是乞丐。拉就是我呢是一个这个瞎的乞丐，盲乞丐。这个呀就是那个被那个他哥哥把眼睛给弄瞎的那个太子啊，他可能在路上跟人说话的时候，跟人这个就是说介绍自己，说我呢是一个盲乞丐。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说什么呢？我是主语，盲乞丐是宾语，拉是动词，判断动词呢，主语宾语都不变，都是原格，就这么简单。咱们来读一下啊。打你聋娃张波了，打你聋娃张波了，打你聋娃张波了，打你聋娃张波了。这个聋娃跟张波的关系就是同位语，就是都是宾语，这个作用位置是一样的。也可以说这个聋娃是那个的形容词啊，也可以这样理解。我是一个瞎着的这个乞丐，都可以了。实际上同位语合适一些。下边一句，这个整个这一句我读完啊。替你塞给人引了，替你塞给你引了，替你塞给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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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引了。替你就是那个呢，塞给金子的人山就是金山，银诺就是句号了。
那个就是金山。哎，那可能是到这个那个叫七重山这儿哈，就是咱们世界的那个小世界外围不是有七重山吗？有一个山就是金山那儿，金山、银山、什么铁山、铜山啊，那就是金山，很简单啊。再读一遍。提尼塞给人引诺，提尼塞给人引诺，就是主语提，人是宾语，都是主格，就这么简单。下边一句，只有当宾语表示某地人的时候，宾语才用从格，就是什么地方的人呢？他用从格，从哪个地方出来的人，这是一个特殊情况。咱们看啊，却扛内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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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却是你，银是你是扛内，什么地方？这个宾语呢要用从格，就是你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，你是从什么地方的人，这是这个藏语的一个习惯，就是从什么地方的人，这个就用这个哪，就是从哪来的人，你是哪里人。却扛内音，却扛内音，俺让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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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内音。这个好像是有点咬嘴是吧？这可以当绕口令多练练啊。俺是我，让是自己，就是我本人，就是强调一下，我本人我自己是从哪来的呢？从这个玉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词的本身呢，它的意思是中心、中部、中间，这个中部就是一个什么地方的中部，一个地方的中心，也可以用在这个抽象词上，中心的意思。这个具体到在藏地呢，这个什么地方是藏地的中心呢？就是指的那个拉萨那个拉萨附近那一片，就叫玉，就叫玉。藏地呢，我不太熟悉了。它这个藏地这个就是拉萨这呢算中心，它叫一个玉。这个咱们汉人翻译的时候呢，有时候直接译音叫卫藏或者叫乌斯藏。你看它那个韵母是乌，后边那个斯哈，这叫乌斯藏。他们藏人呢，有时候叫前藏，前藏后藏，就是拉萨这算前藏。往南边翻过山到那个日喀则那边啊，山南，它也叫山南，那叫这个后藏。然后呢，往四川这个方向呢叫康区，往那个最西边呢叫阿里地区，大概是这么几大片吧，大概是这么几大片。如果按那个方言分呢，它是三大片，是玉这个地方呢叫拉萨音。康区呢叫康音，那个青海这一带呢叫这个安多音，它是这么三大片。这个说的不对的，咱们那个其他知道的通知我，我来这个纠正。我自己呢是卫地人，这个卫就是译音，就是他把这个玉就译成卫，或者乌斯更像一点，乌斯藏人。卫地人，这叫卫藏，也叫卫藏，或者叫前藏，都是指的这个地方。咱们来再读一下啊，俺让玉内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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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现在读起来顺一些了啊。下边音的否定形式是马音。这个动词前边加一个否定的马呀，一般不连读，一般是不连读，动词还是单独读的。但是这个马音呢，因为太多了，这个可能说得快啊，可以连读。你像这个读马音
也可以，读马音也可以。马音呢，当然省劲儿一些，一般是不连读的。这个词特殊一些。再一个呢，这个词可能用的太多了，结果呢，他就干脆啊，马音呐，干脆他把那个马呀就给当成鸡字，把那个牙换了，就成了民。民就是马音的一个简写，所以你一看到民就是什么呢？不是，哎，就是马音，哎，不是。然后这个拉的否定形式是呢马拉，他这个倒是没有去代替那个拉去。好，咱们来看这个否定形式的例句。好，还有时间啊。孔曰错难，孔曰错难，孔曰错难，孔曰错难。这个孔摸是什么呢？孔摸就是这个雪鸡，雪山上的一种这个鸡，雪鸡。它这翻也叫松鸡，可能是不是跟这个松林啊、松树林喜欢吃松果啊什么可能有关系吧？反正跟雪有关系，也叫雪鸡，也叫松鸡。这是那个雪山上、高山上的一种鸡。红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一个是高处，顶上边，先前，时间上就是先前，开头开出。这个孔是上部，这个时间上是先前的这个孔，还意思是价值。孔摸那就是这看这种雪鸡，这个待在高处了，待在山顶上，待在这个高处啊。孔摸这是雪鸡。错是那个聚在一块儿，集团，一聚，对，一聚，它是个名词。这个孔曰错呢，就是一群，就是一伙。这个动物都是分帮的哈，分帮派的，一伙一堆的，这一群一群的。那么是复数，就是有很多群，就是很多松鸡群，很多雪鸡群。后边resum zer nega， resum zer nega， resum zer nega， resum zer nega。re 是山，sum 是三，z 是尖儿。你看，要是不带这个枕包呢，那个扎是根，是吧？哎，咱们前边学过那个扎什么那个根，这个你可以这个形象的来记了。这个根就是也是基础本体的意思哈。本体的最上边点一个点儿，就告诉你这尖儿，这顶。哎，这个在也常用尖儿，比如说心一静性，就是心对着这个一个尖儿，对着一个这个集中的一个目标，哎，就是心一静性，就用这个尖儿，这也是常用的。你就想象这个在呢，就是本体基础上边画一个点儿，就是尖儿，哎，你这样来记在。这个离是山，三尖山、三峰山，就好像五台山是这个什么五指山，哎，这个山呢，它实际不是一个具体山的名字，它就是说山的时候啊，可能为了这个说的这个更高一些，更那个什么三个尖的山，哎，三尖山、三峰山，就是一个实际是个虚拟的，哎，那是住。讲，虽然松鸡群们呐是住在这个三峰山上，住在有很多尖的高山上。下边，昂巴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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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昂巴咱们也刚学过，是大雁、野鸭，这个地方呢是天鹅。就是说，它这个昂巴呢是指这一类的这个鸟类，就是大雁、野鸭、天鹅，反正就是这一类的。它这个指这一类的。错是湖泊，湖，拿是在湖里。这个昂巴呢
在湖里头，在湖里头干什么呢？那边驮马音，那边驮马音，那边驮马音。那边驮马音。说这个天鹅，这个标，咱们说标有转折，说，松鸡们虽然住在高山上，然后呢，不是，最后是不是哈？不是，咱们倒着讲吧，不是什么呢？不是驼，驼是什么呢？驼咱们那个前面刚学过二，1、2、2可以用驼代替，驼就是二，二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对儿一双，一对儿一双，一对儿一双有什么意思呢？对手，有对手，匹敌啊，可以相匹敌，对手。所以由这个二啊引出来一对儿一双，引出来对手的意思。这样的话呢，说不是对手，不是什么的对手呢？不是这个再往前，不是那边，就是不是住在湖里的天鹅的对手。松鸡虽然是住在这个高山尖上，但是呢，它不是这个住在湖里的天鹅的对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天鹅虽然比松鸡住的低，你看湖肯定比高山尖这个低了，但是它不是天鹅的对手。什么对手呢？就是比飞得高。天鹅住的低，但是呢，它飞得高。松鸡呢，可能跟这个家鸡差不多吧，可能能扑棱个这个树，可能往下，可能能飞一段。所以呢，松鸡虽然住得高，但是它不是天鹅的对手，这个意思。咱们来读一下啊。孔曰错南，孔曰错南，孔曰错南，孔曰错南。日松在日那个，日松在日那个，日松在日那个，日松在日那个。俺把错了，俺把错了，俺把错了，俺把错了。那边驮马音，那边驮马音，那边驮马音，那边驮马音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也不差这一句两句的，整个咱们读一遍啊。今天学的，翻回43页，是这个倒数第3个句子。仆亲包养，仆亲包养，仆亲包养，仆亲包养。怕煮给塞吧，怕煮给塞吧，怕煮给塞吧，怕煮给塞吧。通内盖穷的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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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内盖穷的女。今天怎么读着老是有点咬嘴？下边一句，普拉明多巴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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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军切巴拉，明军切巴拉，明军切巴拉，明军切巴拉。牛儿肚小，牛儿肚小，牛儿肚小，牛儿肚小。配菜闽南德白，配菜闽南德白，配菜闽南德白，配菜闽南德白。看大给穷妈，看大给穷妈，看大给穷妈，看大给穷妈。看你可莫赢咯，看你可莫赢咯，看你可莫赢咯，看你可莫赢咯。匹马抗赢吧，匹马抗赢吧，匹马抗赢吧，替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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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普拉强北，普拉强北，普拉强北，普拉强北。那给驼的，那给驼的，那给驼的，那给驼的。多给土匠，多给土匠，多给土匠，多给土匠。
茶度min真道，茶度min真道，茶度min真道。茶度min真道。咱们下边这个都一句完了啊。打你龙娃张波了，打你龙娃张波了，打你龙娃张波了，打你龙娃张波了。替你写给人赢了，替你写给人赢了，替你写给人赢了。替你写给人赢了。缺康内赢，血康内，缺康内赢，血康内，俺让玉内赢，俺让玉内，俺让玉内赢。俺让玉内。空灭错难，空灭错难，空灭错难。空灭错难。人送在那个，人送在那个，人送在那个。人送在那个。俺把错了，俺把错了，俺把错了。俺把错了。那百陀马音，那百陀马音，那百陀马音。那百陀马音。好，今天到这吧。